句子。你住哪儿？你住几号楼？你的房间号是多少？我住留学生宿舍6号楼214房间。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词语：住，哪儿？留学生，宿舍，几，号，楼，房间，多少？课文1。甘雅，你住哪儿？我住留学生宿舍。你呢？我也住留学生宿舍。你住几号楼6号楼。你呢？我住14号楼。你的房间号是多少618。我的房间号是214。第2部分。词语：宾馆，电话，号码，0，手机，对不起，忘，了，没关系。专有名词，友谊宾馆。课文2。甘雅，你住哪儿？我住留学生宿舍6号楼214房间。你呢？我住友谊宾馆。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82303814。我的电话号码是62341190。你的手机号是多少136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没关系。朗读短文。我叫马克，我是美国人。我住留学生宿舍14号楼618号房间。他是我同学，他叫甘雅，他是泰国人。他住6号楼214号。